大家好，我叫莊榮發。喺我讀高中嗰陣，已經立志成為一位影片剪接師同埋圖像平面設計師。於是，我經過學校嘅協助之下，成功報讀咗新高中應用學習課程嘅多媒體製作課程。一開始嘅時候呢，我係完全唔識剪片嘅喎，但係經過老師好用心嘅教導之下，我終於成功剪輯咗自己嘅畢業作品。至於平面設計方面，我經學校嘅職業治療師安排下，去咗做職業評估。咁係因為如果想去做展亮讀書嘅話，係需要做咗個職業評估，合咗格先至可以去展亮讀課程，繼續增益自己。喺評估嘅第6日，我就已經決定以設計及桌上出版課程去作為我嘅選修科目。我幾經辛苦，終於完成咗11日嘅職業評估啦，我非常之開心。過咗1個星期之後，我終於收到通知，話我可以入去展亮讀書啦，我非常之開心。最後仲成功入學添。但係好唔好彩，我讀咗1年半嘅時候，就收到社會福利署嘅通知，要調我去庇護工場做。當時我嘅心情就非常之好低落，我好唔開心，喺度諗，我係咪要放棄追夢呢？我係咪要即刻就變成社會上嘅生產機器？我要被迫中途退學，離開展亮。過咗3年之後，我終於頂唔順，大喊咗出嚟，喺度講，我知道好多傷殘人士，佢哋一開始都遇到唔少困難，但係佢哋都可以克服自己嘅困難，迎難而上，最後都達成咗自己嘅目標。所以我都相信我自己會有屬於我自己嘅故事。於是我決定重新開始展開追夢，我就嚟咗復康力量，想報讀呢個工作實習班。但係點知道呢？就話當時未有位喎，我只可以喺度參加住8節嘅輔導，同埋參與住啲活動。過咗一排，我終於收到通知，話我可以入嚟工作實習啦。我真係非常之開心，因為我知道我嘅目標，想做到公開就業，又邁向咗一大步啦。最後我想帶出嘅係，只要永遠不放棄，堅持自己嘅信念，走向自己嘅道路，就會創出自己光明道路，就可以貢獻社會，造福人群嘅。多謝大家。